今日係2026年7月22日，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時代巨輪點滴分享，我係細妹。上一集因為我忘記咗分享一啲蝦碌嘢，點解呢？因為我上到中山嘅時候唔係好識用美團裏邊有啲小飛象去買超市嘅用品，譬如油啊、鹽啊、米啊咁。咁我就想試下啦，第一次，咁啊買啲重啲嘅米啦同埋油。咁我就跟住佢嘅程序，用 GPS 定位，跟住咧就填寫我地址啊咁啦。咁點不知咧，嗰個定位咧，唔知點解會定咗去深圳嘅寶安區，我又唔留意喎。因為話明係定位啊嘛，現時嘅定位，咁我估計佢都唔會錯噶啦。咁點不知佢真係定咗喺深圳嘅寶安區，咁我又唔為意，咁繼續填寫我中山詳細嘅資料啦。咁我係落 order 啦，咁啊等，咁後嚟咧，嗰位外賣小哥就俾電話我啦。佢話：小姐，你呢度係咪海亞繽紛城啊？但係揾唔到你呢個座數同埋單位喎。我話唔會㗎，你係咪入錯咗位置啊？咁跟住咧，佢又再揾啦，揾完之後揾唔到，又再打俾我。小姐，我去到嗰個單位，你哋冇人喎裏邊。我話唔會㗎，我而家喺屋企咯，等緊你喎。我仲打開門睇下，都唔見你嘅蹤影。唔好意思。咁點解咧？咁我諗嚟諗去，咁跟住後尾講下，原來咧佢係喺深圳嘅寶安區。我話吓，點解我 order 會去咗深圳寶安區㗎？我明明寫得好清楚係中山嘅海亞繽紛城喎。咁原來深圳寶安區又有個海亞繽紛城，咁我唔知啦。咁跟住同佢溝通咗一段時間，好混亂。我話咁啊，咁你不如你打去平台啦，同佢哋解釋啦。一係取消 order 退錢，跟住我再嘗試訂啦咁。咁但係原來啲外賣小哥咧係唔可以接觸到或者 contact 到平台嘅，只不過係每一次平台咧分單俾佢哋就得。咁啊，咁我話咁我同平台聯絡啦。咁同平台嘅 AI 又聯絡啦，跟住又講咗好耐啦，跟住周旋咗一日兩日，咁跟住咧先至終於都平台打俾我啦。話叫我再定個位，再重新入個資料。咁後嚟我就入去啦，就重新定位啦，先發覺到原來佢定位係真係定咗去深圳嘅寶安區。咁後來我改返去中山啦。咁跟住咧，但係中山又唔係度度都近呢個即係小飛象嘅送貨點喎。咁點好咧？咁又再同平台傾啦。咁後嚟終於都搞掂咗，終於都嘗試咧落到第一個 order， 米5斤米同埋油咯。咁我諗住初時呢啲物品重啊嘛，咁不如叫佢送過嚟啦。咁後嚟真係送到過嚟，咁咪成功咗咯。咁呢度咧就比較蝦碌啲啦。另外咧，我媽媽咧有2次我帶去 Starbucks 嗰度飲咖啡、飲朱古力，因為佢鍾意朱古力啊嘛。咁所以咧，我通常都會叫啲朱古力俾佢飲。咁譬如買一杯，佢飲唔晒我就飲咯。咁又唔使嘥咁多錢咯。咁後嚟有一次咧，佢揸住個杯皮，明明揸得好實嘅，咁但係咧，佢又唔知突然之間瞓着覺，我又 check 緊手機一啲資料，因為實在太多資料要 check 啦。
咁一眼望唔到，媽媽原來已經瞓着咗，個杯就瀡咗落地下，倒瀉咗。咁後嚟咧，我哋就揾啲工作人員啦，然之後咧，揾佢哋做翻清潔啊，咁嗰啲。咁一次咯喎，媽媽見到咁嘅情況，佢冇出聲冇表情，但係其實我知道佢係咧好內疚，即係好似好失禮，又打瀉咗啲嘢咁。到第二次咧，佢就唔敢揸個杯啦，咁變咗我就揸住個杯俾佢飲，但係因為隻手太乾啦，洗得手多，咁所以咧個紙杯又跣咯喎，咁變咗揸揸下咧，俾媽媽飲嘅時候就跣咗落嚟，又打瀉咗。但係呢次我就太論盡咯，竟然打瀉咗，跟住搞到媽媽再冇信心，又多一次覺得自己好似好失禮啦，因為啲人走嚟同我哋抹啊嘛。咁跟住咧，有一次喺茶樓飲茶咧，佢初時就係自己揸住個杯仔鍾意飲茶噶嘛。咁後嚟跌過兩次，即係打瀉咗兩次朱古力之後咧，佢就冇乜信心，驚住失禮啦。咁我後尾咧慢慢擺個杯喺個台面嗰度，俾佢攞下攞下。佢跟住咧伸一次向前攞隻杯，又唔敢，又縮翻，再伸前攞隻杯，又縮翻。結果第三次、第四次咧成功啦。佢終於咧都建立到個信心咧，去攞翻個杯咯。因為老人家咧真係需要好多鼓勵，但係唔係咁多時，其他啲人俾到鼓勵佢，俾到信心佢。好似我早嗰兩次微微雨俾佢擔住把遮，佢幾咁自信，覺得自己真係做到啲嘢啦，揸到把遮實一實。我見到佢好滿足、好開心個樣咯。咁就算係佢行路都好啦，都係要俾多啲信心佢。但係我哋又初時唔知道，原來佢坐得多屈住隻腳。咁我問個 AI，原來佢屈住個膝頭同大髀咧，啲肌肉同關節好容易就好快萎縮，所以佢越坐得多，屈住隻腳就越痛。所以如果同老人家咧，盡量都俾佢伸展翻隻腳嚟坐好啲咯。因為有啲輪椅咧係可以撐開個腳踏噶嘛，咁就唔使等佢咧坐好耐屈住隻腳。呢啲係我經一事長一智先至知道。後來咧佢入院啦，肺炎啦。咁跟住姑娘先叫我哋買呢啲三角墊同佢翻身，咁我先知道。仲有就係喺網上睇到呢啲機動嘅，可以將個人即係譬如佢對腳唔夠力啊，咁可以將佢成個人咧即係抬起。咁呢啲可能對於照顧者咧就減省咗好多體力咯，我又覺得幾好，但係後來先知道，所以初初就未買咯。咁而家咧就同大家分享咯，好似譬如嗱呢個三角墊就係咁樣啦，將個人翻身。仲有呢啲氣墊，原來又有啲氣墊將個人咧反嚟反去，隻腳咧伸前或者係屈膝咁樣。等佢瞓覺嘅時候都唔使定咗一個位，壓實咗變咗有壓瘡。咁呢啲都係我事後先至知道，咁但係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時候，就可以買定呢啲咁嘅用品喺度照顧老人家，變咗照顧者咧就可以唔使咁頭痛，又擔心佢夜晚黑
瞓覺嘅時候點可以兩個鐘頭嚟同佢轉身啊？有壓力啊咁樣咯。咁所以呢啲咧係我經歷咗先至知道，雖然我就買唔切啦，但係咧都希望能夠同大家分享下藥物咧，屋企咧就齊全啲，咁到時就可以俾老人家咯。因為有一次個冷氣原來吹親我媽媽，搞到佢咧唔舒服，咁我又唔為意，咁結果咧我就俾啲必理痛嘅沖劑佢飲啦，再加上用個風筒咧不停將佢個頭咧或者耳仔啊頸嗰啲位置吹親嘅地方咧就開風筒嚟吹，吹到佢暖翻咧，原來我媽媽就好快好啦。咁所以呢啲即係照顧人嘅經歷咧，我雖然可能唔係微不足以，可能有好多人都知道或者有其他嘅方法，但係我都想分享呢啲同大家，即係可以分享下啲資料。如果電動輪椅咧，就真係減省咗好多體力啦，咁老人家可以多啲出街啦。但係問題就有啦，因為如果私家車嘅話咧，你捧上私家車咧就唔係太適合，因為電動輪椅都有一個重量喺度，所以咧如果有私家車將呢個輪椅擺上去車尾嘅話咧，可能要一兩個人一齊先至拎得到。唔好意思大家。咁跟住咧，如果有一啲輪椅咧係鋁合金輕啲嘅咧，嗰啲又好啲啦。咁又輕啲，又電動輪椅，但係嗰啲就貴好多啦。但係如果喺淘寶買咧，就可能平啲。咁大家嘅選擇咯，呢啲係我建議咯。仲有就係嗰個凡士林啊，凡士林咧，我媽媽喺醫院嗰度嘅時候咧，因為佢唔願意食嘢啊嘛，又要好有耐心咁同佢餵佢食。咁每一次夜晚同日頭我都餵佢食，慢慢食，咁就唔會個針筒咧就整損咗佢個嘴，因為你始終去合實個嘴唇，你將啲針筒吉落去個嘴嘅時候，俾啲食物佢咧，就好容易將佢嘴唇整損，因為老人家個嘴唇就容易即係好薄啊嘛啲皮，咁好容易整損你，好慘咯，見到佢。咁但係咧，我就試下問 AI 啦，又係，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問 AI 真係太好啦。咁佢就俾到啲資料我，用凡士林 Original 呢一隻，乜嘢添加都冇嘅，咁就適合老人家咯。因為如果你有添加咧，就唔係咁好啦，當然。咁譬如我今日同佢塗下嘴唇損嘅地方啦，聽日已經好好多啦，即係好快見效。咁等佢個嘴唇唔使咁乾。咁如果醫院啲姑娘啊，或者係助護，佢哋可能趕時間，用針筒可能夾硬懟入去嘅時候，咁咪好容易懟親咯，即係扯親佢啲嘴唇嗰啲皮咯。但係因為我知道個踢呢就係我媽媽咧，右邊有個牙就冇咗隻牙有個窿啊嘛。咁如果我喺嗰度嚟餵阿媽咧，咁佢就唔使咁緊或者口唇乾咧，就搞到佢損咯。咁我雖然同嗰啲姑娘啊助護傾過、講過、提過，但係可能佢哋又未必，即係佢哋輪更噶嘛，輪更嘅時候可能未必 pass 到個 message 俾其他啲人，所以佢哋都係就佢哋方便，都係喺左邊咁樣擺個針筒入去佢個嘴，所以佢多數都係左邊咧損咗咯，好陰功，睇見佢住醫院。
同埋咧，如果佢哋要用氧氣或者用嗰啲鼻鼻式嘅氧氣管咧，咁你整咗一個鼻窿兩邊啦，咁因為長時間嗰啲 oxygen 咧會整到你嘅鼻孔裏面咧乾啊嘛，咁變咗佢乾裏面就容易損咯。咁所以後嚟我先知道，又係問 AI，咁就將一啲好薄用棉花棒好薄嘅凡士林嚟喺佢個鼻孔裏邊咧塗一浸咯。咁跟住就等佢個鼻裏面咧就唔使咁乾燥咯。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即係經歷過同埋照顧過，咁我好希望咧能夠同大家分享下，因為可能有啲人會知嘅，但係有啲人又未必會知噶嘛。咁所以咧AI 話如果咁樣照顧老人家咧，真係好過喺醫院嗰啲助護同埋姑娘，因為佢哋時間緊迫，冇咁多心思啊嘛。咁所以咁樣照顧咧就非常之好啦。仲有就係呢一個咧，膠嘅又容易洗又容易抹嘅，俾老人家食飯，即係話好容易整污糟啲衫啊嘛。同埋佢下面嗰度咧有幾個北鈕嘅，咁北咗鈕之後咧就好似變咗有個兜住啲食物或者水咯。咁顏色又靚啦，款式又好啦，又容易清理啦。咁呢個咧又可以喺屋企用，又可以帶出街用。咁等到老人家咧就唔使成日好似用個細路仔嗰啲食物嗰啲飯兜咧，咁啊有陣時會有啲尷尬情況咯。因為其實深層啲去諗咧，老人家都會有自尊啊，或者係即係怕醜啊咁咯，又驚人失禮人啊呢啲咁嘅情緒嘅問題。咁所以盡量咯，盡量令到佢哋覺得自己有自尊有尊嚴，咁樣就會好啲嘅。等佢哋唔使咁個心裏面成日諗住啲唔開心嘅嘢，因為你知啦，老人家如果成日都喺屋企嘅話咧，佢免不了都係會諗下自己老啦，咁大年紀啦，又好似好勞煩人啊，好打擾人啊，要人哋照顧啊，又驚失禮啊，又驚屋企人嫌佢煩，唔想照顧佢啊，呢啲問題噶嘛。又或者覺得自己老啦，都唔知會唔會好快又唔喺度啊，即係好多恐懼啊、疑惑啊、擔憂啊咁咯。咁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做一個照顧者，輕輕鬆鬆咁，又唔需要俾老人家太多情緒嘅負擔，好擔憂，但係又唔敢講出聲嘅，咁等佢哋開開心心過埋最後一啲時間咯。所以我就今日分享到呢度啦。照顧嘅心得其實都有嘅，但係喺腦裏面又唔係時時都可以突然之間記起。咁又或者有啲情況我又趕唔切影相，咁所以咧有陣時會記得，有陣時唔記得。咁所以如果我今次記得嘅時候，就同大家講一聲，咁大家可以分享下呢啲經歷同埋經驗啦。始終都係每一個家庭都好難會話突然間要照顧一個90幾歲嘅老人家噶嘛，未必個個有咁嘅經驗。所以我將我所知嘅都同大家分享下，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如果都係一個照顧者或者屋企有個老人家嘅時候，咁照顧者有佢嘅情緒壓力，因為都係勞累啊嘛。
咁老人家咧又有佢自己嘅擔憂、苦處或者係唔開心咁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照顧得輕鬆啲、開心啲，又等老人家喺佢最後嘅階段可以唔使咁擔憂咯。始終人呢都係不免會要離開。一個人出世喺呢個世界度，幾十年後嘅努力同埋所有嘅成就，但係到最尾亦都會離開，呢啲都係自然嘅定律，冇辦法避免。但係希望喺呢段期間可以唔使咁憂愁、咁困擾，咁就都好啲咯，我覺得。好啦，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次再同你哋再分享其他嘅事情啦。多謝各位收聽。